再来看华东创局管理处哦，甲即时监控影像的镜头来改造4K 画质的互动录影系统，尤其哦透过手机就会当来操作，那么做伙来了解。 出门前，大家拢会想要翕相做纪念。不过，无论是用手提翕相机，或者是用手机搁下一支会当存长的歌啊，有当时也是无法度把规个美丽风景拢翕起来。不过，伫花莲鲤鱼潭有一支4K 高解析度的摄影机，用手机操作就让帮你翕规个风景。 很好的体验啦、很好的体验。我们明天也有一群人会来。哦，那要不要一起人在这边再来玩一下？要，一定要。这支镜头本来是用来做即时监控。 提供地动或者是风态画面，这么总管处特别改做活动观光景区自动翕相系统，用手机就当操作。其实它都有语音的一个等于说导引系统，然后大家只要扫了 QR code， 然后接受语音的指示呢，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这个自拍的动作。总管处强调，这么新伫鲤鱼潭的南尾头装第一支活动自动翕相系统，以后伫其他景点也会装。 若要用，就要把手机的定位开开，若无是无法度连线。若是使用抑阁有问题，会当问鲤鱼潭的管理中心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